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，他不可能是共产党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，所以，您所谓陆丰身后的人，也是为了胶卷而来。现在，没有人能找到陆丰。如果您用花项羽和陆丰做交换，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、最先知道秘密的人。所以，这笔交易可以做。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。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。那胶卷里是什么？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。耳闻而已，还没有确认，不好说。任主任就这么想让花项羽活着？不瞒您说，我对这个花项羽还有一点私心。说。花项羽是穆希赫的亲信，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。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，再放回到穆希赫身边，你有信心吗？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，我就能让花项羽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。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很喜欢去西湖边。如果命运眷顾我，给我将来，我还希望回到那儿，过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很难实现吗？反正我不敢奢望。或许我可以帮你。万一我是妖呢？是妖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？他爱上了一个女人，不管是人还是妖。你猜许仙后悔吗？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。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？因为许仙很痴情，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。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，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，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。日本人有动作了。我不会再背叛陆丰。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丰呢？我不明白。陆丰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花项羽，如果他这么做，
这些都是闪官最新组队人员名单，都是历届魔鬼训练营毕业的。都查过了？都查过了，都经过重症测试，没有误点。要不，您先休息一下吧。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，但都是闪官培养出来的人。您是担心？总之，继续盯着闪官的一举一动。是。这支小分队，不管是对付陆峰，还是对付陈浩民，都应该说绰绰有余。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，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胶卷里的名单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说，这花项羽，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？你先去吧。是。这个行动不仅把胶卷拿到手，还要把陈浩民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我知道花小雨对你很重要，所以你不会对我耍花样，对吗？我要听到花项羽的声音。陆枫，别跟日本人做交易，赶快离开上海。别管我，他很爱你。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。条件？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们在大宗银行保险柜里拿了什么？胶卷。胶卷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很难相信。你只能选择相信。拿胶卷换花项羽，我得考虑一下。给你10分钟考虑，10分钟，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花项羽。
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。所以陆枫不会跟你做交易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，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。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，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枫到底是多么爱你。你推测的对，华夏宇被移交到76号了。你知道交易结果，你和华夏宇都是死路一条。我知道。要想找到救华夏宇的方法，就要了解对手。他叫山田凉子，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，很难对付。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，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。什么诱饵？我。但是要把胶卷保护好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如果牺牲你，我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。会。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我保留意见，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，不要让日本人得逞。我会小心的。我同意交换。很正确的选择。时间、地点。下午3点，宋民生广场。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。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，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是。76号要用华强宇换陆枫手里的胶卷。在确定胶卷真伪之前，不能让陆枫死，宁可毁了胶卷，也不能让它落入76号手中。而且，一定要保证华强宇的安全。你为什么在我旁边？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，我不知道他的尺寸。你和他身材差不多，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。我不需要毛衣。
不太会撒谎。既然你都回来了，给你量一下吧，2分钟。日本人让你拿胶卷去画画像鱼，你如果不去，他就会死。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，你还必须去。在哪儿？什么时间？我不希望你参与。你应该清楚，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，你和画像鱼都活不了。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吧。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，他们会当场打死画像鱼。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？如果你回不来，你还怎么？我只能先选择活着的人。看完了吗？这胶卷是你出生入死换回来的，你这么轻易就给他们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不用再劝我。陆枫，小心点儿。万一我回不来，没有万一，你一定要回来。你只要活着回来，画像鱼就不会死。这次交易，山田凉子是志在必得，不会给陆枫任何机会。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。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，但是您身边一定要留2个人。不用，一个人都不要留。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。老金啊，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，要100%的保证陆枫的生命安全。喂，我是青衣，我是陈浩民。情况有变，行动取消。是。陆枫决定跟日本人交易了，他拿着假胶卷去的。真胶卷在你那儿，给我吧。出
处长，陆枫拿着假胶卷去，救不出花香雨，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。能不能想办法救他？我答应你救他，就一定会兑现承诺。把胶卷给我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确定。我想救陆枫，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。你知道这胶卷里面是什么吗？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。有了这份名单，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，这影响了整个战局。把胶卷给我！把胶卷给我！处长，我不能让陆枫死。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？告诉我！凤鸣山广场。救出陆枫，我会给你交卷。我想帮你，哥。你心里应该清楚，现在己方势力张开网等着你，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花香雨。你喜欢花香雨？我离开，你能保证给她幸福吗？回答我。回答我。我能，我保证，我会像你一样，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她。都准备好了。如果胶卷是真的，如果胶卷是真的，陆枫必须得死。你怎么看？我想帮你。这儿不需要你，快离开。
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能抱你一下吗？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花香雨呢？交易地点变了，跟我走。上车。我们合作的还真是。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。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。不过在我的记忆里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，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。
明明是你占了上风，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？你确实很自信，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你太低估我了。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。会的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会把你应得的加倍还给你。你给日本人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还没想好。我们的协议还有效。如果你把胶卷给了我，我可以保证你和华香宇都活下去。我现在还有选择吗？有啊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。你有那么大本事，能帮我和华香宇脱身？只要真胶卷在你手里，我们就有机会。机会到了，看你配合的程度。看来任导演对胶卷的内容非常好奇。不只是他，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胶卷。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，你和华香宇就安全了。比起你们，我更相信我自己。这么坦诚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不管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。想不想知道我怎么能活到今天？秘密就是，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，从来不想明天。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。改变主意，随时告诉我。胶卷呢？我要先见到人。胶卷给我。先放人。先鉴别真伪。不会拿自己和华香云的性命开玩笑。要么给我，要么给花小雨收尸。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啊。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，总应该相信中国人。沈处长应该可以做担保。
在确定胶卷真假之前，先委屈你一下。只要是真的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刚才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？当然。帮我救活山雨。保护哨所离开。看来这个项链真的是有魔力。
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。还是让他保护你吧。跟火飞回幽灵吧。